现场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再次的热情的掌声，感谢嘉德满都艺术家俱乐部，再次谢谢他们。哇，今天在现场呢，真的是为我们表演到非常的到位哈。慧清在这边呢，也帮他们特别 announce 一下，10月11号呢，他们在新市区，在新市也有这个下乡巡演。那么10月12号在新化也有他们的演出。另外，当然呢，我们要跟所有的朋友们预告一下哦，今天呢是礼拜三，其实呢主场地的演出呢每一天都有，一直到10月13号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忘记喽，我们总计有来自18个国家的国际表演团队呢，在这个闭幕大汇演的时候都会齐聚在我们的主舞台区，提醒大家。好，那么接着下来呢，我们